自2024年8月初10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上主的接力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上卷28章第10到19节。大卫调集以色列的领袖、各支族的首领，甲轮班服侍王的官长，管理1000人甲管理100人的军官，管理王甲王囝儿的产业甲精生的官员、太监、勇士以及重要人臣，拢来耶路撒冷。大卫王就徛起来讲：各位乡亲，各位同胞，请听！我本来想要去做圣殿来安置上主的约柜，就是咱的上帝的脚垫，我嘛已经准备好势。毋过上帝对我讲：你袂用得为着我的名去圣殿，因为你是战士，有杀死真侪人。毋过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阮老爸全家族拣选我做王，永远治理以色列，因为伊拣选犹大做领袖，搁对犹大支族拣选阮老爸的家。伫阮老爸的囝儿中，特别喜爱我，选入我做王，管理全以色列。上主赏赐我真侪囝，伫我的囝儿中拣选我的囝所罗门，坐上主的国的王位，治理以色列。上主搁对我讲：你的囝所罗门要起我的殿，我的城，我拣选伊做我的囝，我嘛要做伊的爸。伊若亲像今仔日坚决遵守我的诫命甲命令，我就要坚固伊的国位，直到永远。现在伫上主的大会，以色列众人的面前，咱的上帝嘛得听。我命令恁着遵行，较无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。安尼，恁就通得到即个好的土地，留互恁的后代永远做产业。大卫对所罗门讲：我的囝所罗门，你着认捌你的老爸的上帝，专心欢喜服侍伊，因为上帝监察逐个人的心，知因的心思意念。你若找求伊，伊会互你找着；你若放杀伊，伊会永远去杀你。你着谨慎，因为上主拣选你去做圣殿，你着勇敢去做。大卫将圣殿的走廊、房间、府库、楼顶的房间、内殿，甲收银座的所在，所有的设计图交互伊的囝所罗门，将伊对上帝的神所得到关系上主圣殿的埕、四围的房间、圣殿的府库，甲藏圣物的府库的设计图，拢交互所罗门。因为主上帝，我的上帝甲你同在，伊一定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，直到你完成上主圣殿的工程。上主的接力赛，伫强调实力的电竞场，大多数项目拢是比上上紧、上远、上悬，而且冠军永远只有一个人。总是却有一项竞赛，毋简单比紧，还需要团队合作，才会当得到胜利。迄就是大队接力。大队接力是一项团队竞赛，毋是走了紧就好，还需要熟练的团接棒的技巧。伫这项团队竞赛中，团棒者爱看清楚下一棒队友伊的位置，接近队友了，迅速甲棒传出去。接棒者爱
大先做好准备的动作，一接到棒就爱尽力向前跑走。安尼的画面真适合用来思想信仰传承的课题。信仰传承就亲像大卫对所罗门、摩西对约书亚、耶稣对门徒，甚至上主对每一个人的期待。咱通讲，每一个受上主创造的人，拢亲像参与伫伊所举办的永恒大队接力的比赛中间，咱拢是即场接力赛其中一棒。对大卫、所罗门、耶稣、门徒、历代信徒的手呢，接到信仰生命的棒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大卫为咱示范要安怎走好自身的棒即个位置的要诀。大先大卫深知上主的接力赛毋是简单的输赢，因为即场比赛中间的对手并毋是其他人，是自我人性的软弱、魔鬼的试探、甲罪恶的罗网。因为安尼，大卫提醒所罗门：我的囝所罗门，你着认捌你的老爸的上帝，专心欢喜服侍伊，因为上主监察逐个人的心，在因的心思意念。你若找求伊，伊会互你找到；你若放杀伊，伊会永远弃杀你。认捌的原文有对经验中领悟之意，找求原文有用研究、跟随、实践专心找求之意。大卫提醒所罗门爱认捌佮专心跟对上主，以防被软弱的灵影响煞认错主。伊接咧讲，你着谨慎，因为上主拣选你去做圣殿，你着勇敢去做。这也提醒咱，应该时常操练，察觉上主的心意，以积极勇敢的行动回应上主的邀请，有周全的准备，才当顺利走完上主所安排永恒接力赛。深知上主永恒旨意的大卫提醒咱，伫即场永恒的竞赛中，当咱接到认真为主得走的顶一棒所传落来恩典棒仔的时，也说明即场比赛无单单是属伫咱家己的赛事，搁较是见证上主的赛事。咱无法度选择要还是毋，干那会当鼓起勇气，尽力为主来走，走出家己的成绩，互上主的救恩袂落榜，继续传落去。当咱尽力为着主奔走的时，上主也要甲咱同在。默想，我愿意参与上主所安排的接力赛是无？我有找着要接手的下一棒，搁会当确实甲棒传出去无？我愿意参与上主所安排的接力赛无？我有找着要接手的下一棒，搁会当确实甲棒传出去无？咱来祈祷，上主你是摩西、大卫、保罗等信仰前辈的主，也是我人生接力赛的起点甲终点。感谢你，互我会当接到恩典的接力棒，互我会当伫恩典之路奔走。我愿意接即个棒，努力挑战自我的有限，尽力伫即场比赛中奔走，搁确实甲棒传落去，袂至到辜负你的期望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
愿上帝祝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